10幾年前有兩個細路仔喺卡丁車賽道場上相遇，一個叫阿 Max， 另外一個叫 Lando。喺嗰陣時候，佢哋都唔知道呢個簡單嘅相遇會演變成為彼此喺 F1 賽道場上最好嘅朋友。由卡丁車到 F3，由青年賽去到 F1，佢哋一路互相追逐，一路互相成長。Max 首先登上巔峰，拎咗4個世界冠軍，而 Lando 一直喺後面追趕，終於等待到屬於佢自己嘅時刻。2025年，Lando 終於有機會同 Max 正面交鋒，但呢條路一啲都唔易行。荷蘭 Zandvoort 大賽之後，Max 一度落後成100幾分。Las Vegas Lando 被 DQ， 同埋 Qatar 大賽入 pit 策略失誤 ，Max 連勝追近，去到阿布達比最後一站，兩個老友起跑時只差12分。Max 雖然最尾攞咗分站冠軍，贏咗比賽，做盡晒所有嘢，但係 Lando 穩守住第3位，以僅僅2分之差拎咗佢嘅第一個世一車手，亦成為 F1 界嘅第35位世界冠軍。賽後 Max 講咗一句：生活繼續，我唔會太傷心，我為我哋嘅團隊感到驕傲。而 Lando 亦都喺賽後訪問感謝 Max， 多謝佢一路以嚟成為咁出色嘅對手。兩個人喺頒獎台上擁抱嗰一刻，你會明白真正嘅友誼係唔會因為比賽嘅輸贏而改變。由細路仔到世界冠軍，由朋友到對手，再由對手到息息相識嘅戰友，呢個就係 F1 最動人嘅故事。當你終於企喺朋友曾經企過嘅位置，你就會發現真正珍貴嘅從來都唔係個冠軍獎杯，而係佢哋走過嘅呢一段路。2分之差，但係友誼無價。